2026年4月23日係世界讀書日。世界讀書日嘅宗旨係為咗推動更多嘅人去閱讀同埋寫作，希望所有人都能夠尊重同埋感謝為人類文明做出巨大貢獻嘅文學、文化、科學思想大師們，都能夠保護智慧財產權。今年嘅世界閱讀日影片會介紹一啲名人學者有趣嘅讀書方法，希望俾大家喺閱讀嘅旅途上面多一啲嘅啟發。首先介紹嘅係七分讀書法，係明代著名文學家張溥嘅讀書方法。佢喺讀一本書嘅時候，會將成本書抄一次，然後再高聲朗讀一次，再將抄嘅字全部燒咗佢。之後佢會再重新抄一次，再朗讀，再燒，就咁樣重複7次。張溥呢一種讀書法嘅本質係通過不斷嘅重複，再加上視覺、觸覺、聽覺等多種嘅感官疊加，將書籍嘅內容化為身體嘅記憶。講到讀書勤奮，就不得不提民國著名嘅學者錢鍾書。佢一生酷愛讀書，每讀一本書都一定會做筆記，而且做筆記嘅時間基本上都係讀一本書嘅1倍，亦即係話，如果佢睇一本書需要5個鐘，咁佢記筆記嘅時間就需要10個鐘。一生嘅筆記約為35000頁。錢鍾書亦都因為過人嘅聰慧才智同埋常人無與倫比嘅勤奮而獲得咗民國第一才子嘅美譽。加拿大嘅傳播學家麥克盧漢喺西方世界係公認嘅博學大神。佢有一種異於常人嘅讀書方法，就係讀書只讀右半邊。呢一種讀書方法有2大好處。第一就係閱讀嘅時候會強迫自己嘅大腦進行思考，大腦會下意識咁樣去推理同埋保存左半邊空缺未讀嘅內容，咁樣反而會加深對書籍內容嘅印象，記憶力更強。第二就係呢一種讀書方法能夠節約一半嘅時間。麥克盧漢進行過統計，雖然時間節約咗一半，但係書入邊重要嘅資訊丟失率唔會超過10%，就咁睇落 CP 值都幾高。麥克盧漢嘅呢一種讀書方式，同我國東晉詩人陶淵明同埋三國軍事家諸葛亮十分相似。陶淵明嘅讀書法係不求甚解，而諸葛亮嘅讀書法係觀其大略。佢哋兩者都認為讀書只需要捉住整體嘅要旨同埋核心嘅邏輯就可以啦，就唔需要逐字逐頁咁樣去閱讀。接住落嚟要介紹嘅係中國現代著名嘅作家李鏊。佢自稱讀過10萬本書，而佢每次讀書嘅時候，手邊必定要具備剪刀同埋美工刀。睇到一啲有用嘅資料，佢就會將成段或者成頁剪落嚟，隨後佢會將呢啲剪落嚟嘅內容按自己嘅主題分類，例如愛情類、哲學類、歷史類等等。然後再將呢一啲嘅唔同類別嘅紙張放入喺相對應嘅資料夾裏面。經過幾十年嘅讀書，不停咁樣累積落嚟，已經會有幾萬張嘅剪紙同埋300-400個資料夾。李鏊呢一種奇特嘅讀書法，亦都被戲稱為大卸八塊讀書法。所謂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有一個適合自己嘅讀書方法，能夠讓讀書呢件事事半功倍。而喺圖書館裏面，其實亦都有唔少介紹如何讀書嘅書籍，就好似最經典嘅《如何閱讀一本書》、不用讀完一本書，以及
閱讀的方法等等，都係非常之好嘅入門讀物。如果有興趣嘅話，可以到圖書館進行借閱。咁樣，今次嘅影片就嚟到呢度結束啦，感謝各位。